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生老病死系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阶段地位如何独到的，但是家种讲，我哋这个路下人突然有一啲人过身咧，家种讲。我哋身旁多好友可以俾我哋處理嘅事情嘅什麼樣領域一啲公司化，可以俾我哋睇嘅算是我哋人生最滿意嘅畢業典禮嘅時節，我感覺到夠安心。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係睇我哋什麼樣領域公司嘅經驗，地步有17年嘅經驗嘅王浩成嚟到我哋現場，有同我哋分享講，當初伊做乜嘅揀業嘅行業，同時有個行業地步。有乜嘅酸甜苦辣嘅事情，我哋馬上幫佢哋來賓，我哋浩成來到現場。浩成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縣內埔鄉新北市嘅王浩成，大家好。浩成幫佢哋來到我哋現場，因為我哋講其實你睇入閘地步算是困難的，有嗰種華語啦、河洛話啦。客語如何作為講嘅，我哋算是雙語嘅一個詞語吼。你嘅有17年嘅經驗嘅嘛？所以講17年嘅時間，幾時間你去多些家語也要工作嘅呀？嗰時間我當入行嘅時間，我當19歲。19歲？係錯係。但係如果講幾時退伍嘅嘛？退伍嘅。退伍係咧係馬上入去參加我哋，算是對處理開始做。錯。但是幾時前家語也要行業嘅話，陸下邊人會感覺到邊唔擔心麼？一種行業路太家人會迴避嘅一個行業啦。但是因為我哋家庭算個開明，嗰時嘅時間開始當做嘅時間，我咪點點嘅開始做啦吼。慢慢同自家野外來做嘅溝通。野外呢，冇嘅反對意見，嗰時路第個時間做到更加嘅。嗰時間家語嘅時間，你有朋友喺我同講，你接下來做乜工作咯？嗰時間路朋友講，好成嘅出產嘅時間有冇？我哋腦部有嘅服務嘅協調，服務人員，想我哋接受可能冇。我想講好啊，冇路來做可能冇啊，路安尼開始嘅，無線上帶真是冇辦法來產出一個長期嘅部分。我喺線上嘅時間，想係師傅好容易。我能接受嘅時間，咪從嘅好路嘅長期開始學，慢慢學到一個長途嘅以後呢，能接受我哋客家嘅部分。所以我好路客家，攏可以來處理。有部分都有我感覺咯，我講人啦吼，有兩個歸上門嘅都講，第二都講，因為幾時講，唔知家學咧，一開始先學好路嘅，嗰種好路同客人嘅嗰種禮儀部分差別喺哪？其實差別都係，譬如講，比如講一兩好嘅啦，一兩啊，好我哋客人去做嘅時間，我做一兩以前，我可能我。食飯幫菜啊，拿數米錢啊，一條動作，我哋好容易呢，聽一兩以前會做一個動作嘅。但是呢，我哋南部嘅客人傳統來講，係先一兩再嚟做一個後邊一個嘗試，一個都可以無窮嘅地方嘅。咁有可能講，其實對現家嘅人來講話，伊都根本搞唔清楚，伊都一行那個嘗試有安尼情形。嗰所以一個路嘅禮儀公司。帶領我哋主家來做啊，但係如果講唔係用人嘅專業，因為其實一般嘅家庭，咁種獨當嘅事情，有時伊即個路佢匆忙啦，錯噶，冇方向啊，佢冇方向，嗰時伊根本冇搞唔清楚，講伊到底愛做行業咧，還是講做一般嘅嗰種。但係如果幾時間人嘅專業都比伊啲現實，唔過伊即個語面講，伊行業嘅現實行業咧，冇講伊聽到他人叫我做，一般嘅理想係樣做，樣做。嗰時唔會比伊啲做現實。咁聽嘅問題嚟講，從即個一開始對聽眾先生學好路嘅，幾時間差唔多好久啊？其實我冇乜嘅印象嘅，但是啲唔會都會吼，起碼差唔多要有2-3年以上嘅時間嘅。但也係有一啲，譬如講有啲標準嘅，我譬如講我哋讀書樣嘅嚇，語言係搞乜嘅，語言係搞乜生嘅，像那嚟話有一般嘅真係規，算是標準嘅嗰個學習嘅一啲常識嘛。其實冇乜嘅標準啦，就係師傅都講過講，你一個階段。
屯主家接收讲法有流力么？假使讲讲伊可以有搞下一个集团的安尼，故说一步一步一个集团来。咁你幾時嘅唔講，你開始係人家朋友倡議啲天數講，譬如講我哋做我哋出產啦，吼，佢前面會有啲舒服啦，吼，冇得處理嘅。咁後來呢，你開始進動用嘅一啲算是工作嘅一啲集團啦。你頭先你啲老輩開始做嘛，吼，慢慢做到地步來，接下來你我來學，要用我揾上夫。哦，揾上夫。嘿，錯噶，我揾上夫。而變身啊，嗰條攏有量嘅動作嘅啊，再過來力量帶長絲，再過來再向前，人倒下來時節，而用來安置一個體體嘅部分，帶領我哋主家來做，而同我哋咧路看睇一下，我來做個報告嘅動作安尼啊。嗰時安尼看方來係先處理。其他工作人員已經把我哋咧先人已經搶過來嘅，好，那幾陣當時開始學，用嚟去揾上夫，學4揾上夫，好，然後1點安尼。個後來等一邊已經有經驗嘅，其實我冇得想啦，可是我講嘅話，有地方話開始講嘅啦。真是要一個紅也好，真是我先做一個見習啊，冇錯，真是我講嘅話，揾上夫都講嘅啦。錯講係啊。有時節冇聽唔揾上夫，還冇接觸到，唔能行到伊個隔壁，你行到嘅。係啊，佢真係都冇辦法生下也紅翻。錯㗎係啊。啊，你幾時會講？幾時唔會講啊？我等你會破，給你一個保持正能量、正向的心態。你用我講，你同伊嚟做服務啊，做服務係啊，錯㗎。人生最慢嘅服務。錯㗎，每個人都讀到嘅。冇錯。係。係啊，嗰時唔得如係嘅。就對於講，呢度有位我哋咧算是朋友啦，嗬，伊哋最慢，伊哋服務嘅人，係用安尼心態去開始接觸下工作。嗰時幾時都可以去條4成晚3、6點，好，我記得天眼問題都，後來都唔妥講嘛，一條開始差唔多長時喎嘅，好，看風能唔講嘅啦。我真，咱開始行到另外一步，真係去我哋講用嚟處理體育現場。我可以講喎，體育現場其實有時係唔係按順序嘅現場，有時係個環境吼，硬是驚啊講出來吼，有的現場嘅大家用會強到啦，但是用嘅現場應該攏讀過嘅啦，攏讀到過嘅啦，係啦，我哋應該講，唔係講每啲人都按要，每啲人嘅機會唔係講每啲人多人面場嗬，好，有啲人多對路程嗬，錯，好我都。佢從印象地位，唔最有印象一擺係樣嘅。最有印象一擺哦，就係因為我嗰時節睇公司嘅時節，我有大部分負責和嗰種身體冇完全嘅安全啦，因為我服務業就安全吼，冇完全嘅骨髓。我嗰時節有調教師傅講過，哎呦！安尼好像可以哦，啊冇路來做，你嗌你專門你從嗰種冇完全嘅安全嘅安尼做誒。你要八字可以從嘅，你八字有超過幾秒。係咩唔比從嘅係啊？但是嗌你講嘅，嗌你保持一個正向嘅心態，係因為其實人家嘛係唔得意啦，冇辦法，哪有安尼情形嘛？嗰個其實我哋真係都，唉。可以飲乜過來都飲過來啦。哦，盡量啦，真是飲過來，如果我哋好同做一啲鬼廠嘅。更加有修復。冇錯。咁幾17年前咪有修復嘛？嗰時節其實17年前冇一個修復嘅種東西呢，攏係嗰條各種批嘅學長學姐來帶。啊，嗰時節咩冇乜個團隊安尼，修復團隊冇。你頭先都開始搞唔用嘅用一個針線來練，用嚟練，錯嗰時有幾時就等於講，即個去修復，然後即個去畫妝，畫到把面用過可能過火那個時間，當時寫成作啥物呢？咁啊，我是從頭有啲過太問題嚟講，因為有時就發生安尼事情嘅時間，有時講我警察嘅第一時間都聯絡到我哋嘅禮儀公司。也很用咯，因為講伊哋唔可以處理實體，還是講伊哋，還是講有部分的工作本來如果搞本人做咯。
因为毕竟俺等讲术业有专攻啦，嘿，一种部分当然你交本你公司去处理，你个好安尼啦，有条人你没会忌讳啊那些东西啊，嘿啊。嗰時等於你講交本專業乜人，一定至少提供按樣嘅一團人哋咧，嗰時咧人去提前講話提肯定用嘅接走，嚇，然後用一種最準確嘅方法啦，把佢帶過去，然後再接行嘅下一啲集團嘅事情。嗰時集團嘅部分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嘛，我覺得，但是因為我相信而係佢規完整嘅，佢算是標準嘅過程啦。嗰時我哋聽一趟嘅時間，我哋同我哋觀眾朋友講。嗰時看到一片，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看落伊啲領域伊啲行業地位，其實背後有幾多幾專業嘅部分。休息下哦，我哋下一段咪嗰度嗰件晒內容。翻過來，復起來嘅。今日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女僕嘅王浩成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分享講，伊當初做乜會加入我哋生命領域嘅公司。我想問下浩成吼，因為其實頭先已經有講到講，其實我哋要讀到幾多我哋平常冇想到嘅啲情形嘛吼。但是對一般來講，把伊啲標準嘅一啲流程係樣嘅。大部分我哋人睇人啥到下來以後呢？我哋攞先按字一個體體嘅部分，再過來呢，攞強線上嚟看日，先一個好事行業，譬如講我安排法事啊、熱點啊、出產一條動作，全部安排以後呢，我哋主家都可以各有分享嚟安排其他嘅事情嘅安尼。嗰時也要往下來同冇分講係啲一樣嘅。一樣呢，還是睇路卡嘅，因前面冇關係。冇關係。嗰時等於講，也為我哋咧先人已經過身以後，人接走以後，能請法師來看你哋。可是看你哋一件事情，好容易係咪同行業冇共用啊？冇分嘅，冇共用嘅，侬只要我哋先人咧出成人日來看。因為常常我講客人愛7年以內愛出去，是因為我哋客人吼調擺時間，我哋弄太部弄耕田嗰度，我哋冇可能為了一件事情來耽誤人家人去甲平常時嘅生活安尼啊。嗰種一部分咧吧，嗰種無共樣嘅宗教呢，同譬如人家有啲生意呢，有啲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好佛教啊，按照按樣嚟做協調啊。我哋都遵從伊哋主家意思啊，我哋都可以協調講，我做我哋教會，我哋嚟做教會；我做佛教，我哋嚟做佛教。當然嘛有拄到個特殊嘅啦，係睇片分享本太家人，就係可能睇人晒伊哋呢字一條有不冇共樣嘅宗教，但是呢前面可能出3年時間請師傅嚟相見。中間又請教會嚟唱聖歌來做祈禱，嗰時我哋你感覺一個真是個特殊哦，我都讀過嘅。好，但是至少也係聽我哋要判最末的送片的時間，至少前面他個人都講好嘅。但是一般來講啊，把我哋前面睇做唔講係禱告嘛好、佛教嘛好，我哋會有實驗。但是後來一部分，譬如講我哋用基督教時間，會有實驗嘅一啲立場。基督教部分都交本牧師，都交俾錯，牧師會帶領我哋主家來做一個動作，一定要1、2禮拜，還有告別禮拜一條動作。咁我想請問一下個，從這個17年，你有度過你感覺到幾時係最困難的事情？最困難應該就係面對我哋主家啦，因為畢竟一個行業嘛係服務業啦，我要度到個奧客。我面對伊哋提出嘅問題，我用解決，亦個我都感覺每個案件攏係個案，所以都考驗這個解決問題嘅能力安尼。譬如講咯，用樣嘅幾特別嘅要求。有一擺，我一個案件啊，都要收苦錢，要出產以前要收苦錢，但是竟然樂意。樂意我用嘅收苦錢咯，伊等如果收啊。用嘅，我都想到無如買個酒精膏啊，酒精膏
愈严重一也摕个苦前当风啊，愈颠簸，给它比较助燃这样子。啊，骨髓愈安尼开，愈夹夹安尼落伊的问题安尼。也真是困难。错。嘿，因为但是有时间应该我认为讲苦前那件事情係佢创业位的一团呐。是。哦，但是唔真是冇拄好拄到落伊的吧，真是如果去夹夹也问题。咁问题係用酒精膏吧，我手鐵睇風。其實小日睇風也好，哦，一懵啊，一懵冇錯吼。嗰時候等於你講，其實現場我有幾多突然咧發生呢啲情形，你愛馬上去愛處理。但頭先有在講，你學習嗰層地方一開始係學老人的嘛，後來呢又學到客家嘅禮儀。是。嘛，就像我客家禮儀啊部分，係即個係學啊，還是講公司？當然你學嘅咯。就個公司每位讀到客家案件，啊，當然有客家嘅欣賞。好，比如講從我哋開口啊、店主啊、神父。啊，到我哋客家上建禮，當然一間看久嘅，啊先生感覺，哎喲，一個人有一個學生，係對你帶伊來做一個部分，故所以我哋有先生帶我去到做上建禮嘅執事嘅部分，故所以行李嘅部分我嘛會可以做處理啊。咁我想請問下，嗰種基本嘅藝人咧，譬如講，我哋咧主人家希望講用客家嘅方式來辦咧吧，而係等於講，除非講唔知家講客家以外，而係後尾所有嘅資點全部愛另外請一批人係咪？唔是，其實更加好，我哋客人啊吼，因為我哋有國民禮儀一個部分咧，國民禮儀就係去到那邊，不管乜嘅總頭，客家好咯，一個攏同嘅。只是講我哋工作人員啊，譬如講我哋自家團隊，我哋都請客人。畢竟我哋客人啊吼，同我哋講客個親切，只是講我哋嘗試用國民禮儀嘅方式來做處理。等於講，但係國民禮儀地方有保險到頭都講嘅三片禮嘅部分嚇，就冇誒，都冇誒。嗰種講啊，還是要維持有三片禮嘅部分嘅話，我愛另外同人講。錯誒。咁國民禮儀因為頭都有講神福店主要部分，也係國民禮儀地方嚇，還是冇？也都冇誒，我哋都簡單嚟做開口店主神福，因為畢竟我哋客家精神冇停變hết，從我哋都開始做一個家己以前，攞嚟做開口嘅動作。錯誒。而平同嗰樣嘢片來講嘅話，會唔會要求客家嘅禮儀嘅主人家要安動？有啊，只是講個少啊。個少。係。但是嘛係有，好比如講我哋米農啊，米農都算講個傳統嘅幾體系啦。啊，個行禮嘅都過多安尼。啊，但是屏東一片大部分攏行國民禮過多嘅。只是講我哋個別是，我哋都用客家語言來做一個個別式嘅動作。咁一般嚟講嘅話，三片禮，因為其他講大部分人露體，我哋其他講嘛神明館啊，吼神明館地方一盤嘛。咁神明館咧，伊啲場所地方萬事合辦三片禮嚇。當然睇邊個地方都過無啊，應該嚟做嘅。啲場地如果細一些吼，錯㗎，係啊，如果場地嘅限制嘅，但是如果簡單嚟做開口店主存神福。係，嗰邊還可以做。係錯。因為其實更加有人嚟講，其實冇唔錯嘅比起講以前我哋睇嘅某個無糖嘅地方盤，嗬，更加咧算是神明館地方，算是過槍啦，嗬，馬高防片，嗬。但是變成講有啲位禮儀都場地都冇人睇嘛，如果唔可以講到咁樣去盤啦。係啊，但是因為其他冇人當然。路卡吧有嗰種，譬如三合院啦、四合院地方，無糖可以去辦一道事情，嗰時都變成講有啲人講，嗰種話要無糖，你都可以辦，冇話都停頓他個人去辦，都變成咧。嗰時但是我想講，安尼係咪變成他個人會選擇客人用選擇用客人嘅一啲禮儀嘅機會變得越來越少。係啊，錯㗎，係啊。但是至少講我哋講客話一點。我哋做客人嘅人都冇調變hết，因為我哋自家母語啊，故所以我哋盡量我哋客家案件，我哋都請客家先生嚟做，客家事嚟做。唔會主動去提供，我哋盡量鼓勵嘅方式啦，係啊，因為而家時代變化嘛，嗬，有啲字啊，有啲細人嘅冇聽睇唔晒有講客，但是字細人嘅冇講客嘅，錯㗎，盡量我哋用鼓勵嘅方式。
嘿错，因为嗰种可能即个讲客把生意都谈唔着。系啊，嗰度嘅票上行你都行嘛，係啊錯㗎忙住辦事就愛雙向啊，雙水果，嗰度其實有時候真係嘛貴費。啊，其實人開始學客家嘅10年嘅時間，經驗基本嘅部分有困難。如時代還要練習啦，做啊，人講個順啊，我講啊，有搶到即家嘅，譬如講阿伯啦，嗰度冇。如搶到先生啊，搶到先生。誒，做啊，係啊，如一條新傳師啊，嗰度啊，先生大部分個熱心啊，係啊。因為有幾度嘅嗰種，佢算是我哋基本係算是古人啦。係，嗰種古人唔係我哋平常會飲出來嘅。錯㗎，文人文啊，誒，錯㗎，係啊。嗰時學叫嘅都習慣咧，都像朗誦樣啦。有關係嘅。係，咁從唔知個安尼，伊啲服務經驗地步啊，唔知個要度過講，誒，因為講人服務咁。因為其實我陸客人，譬如講有啲人先行一團了，其實嗰度嘅上架來講嘅話，其實也不心情蠻貴冇辦法去平復嘅時間。但是有時間語言都講，其實啲高配色其實都真係係心理調試嘅一個機會啦，嗬。所以有人同講，誒，你做即個係啲服務嗬，當然係高配色以後，而即個感覺到。冇安難過嘅，有安難。一個部分就是口音嘅使言，以講法語調、語氣、速度一條。所以一個部分，我一直都在學習一個部分。但是我見到目前講客家從事，大部分主家攏講唔會差啦。我想一部分我想問一下講，從頭講人哋咧講法速度嘛嗬，唔係個言頭嘛嗬，嗰度唔希望講帶來嘅一啲從客係該種人，還是該溫暖、該感通人，還是要俾人教？主要同我哋主家先來協調啊。哦，一部分要協調。錯㗎。可以希望帶來嘅一啲從客係樣。錯㗎，啊佢之前攏來同主家協調，我用佢嚟主持。嗰時佢唔係講人嘅風格。唔係，係錯㗎。有啲主家講摩鐵鼻送，摩鐵送先，好溫暖，錯㗎。啊有啲人講哦，盡量將我哋祝福嘅意，感謝爸爸媽媽嘅心情講出來安尼啊。啊，一種可能如果比送一些安尼。係，因為我從我意思講到講嘢係講人咧，我哋講主持嘅風格，因為有時候我都感覺到講啊。安尼嗰種種人，但是帶下人嗰種冇乜感覺。我原來其實喺一開始嘅時候都有協調嗬，講希望講嘅人哋也從帶來嘅一種感覺係溫暖咧，冇得講種人咧，冇得講鬼感通人咧，好嘢都總是從。咁但是也要求愛盡量去完成。盡量。嗰時冇簡單嘅，唔係講華語好老把客話愛講，然後同時愛把場面。變咧嗰種人啦，嗬，嗰感通人啦，嗬，嗰份啊，一部分咧講氣氛的掌控，嗬，唔係愛撩個清楚。一真是嗰靠經驗累積下來嘅，真是冇問題係啊。嗰時談起唔都發現到講，其實做呢啲事業唔係講當很偏應用去行利啦，嗬，用去費，其實用去把現場嘅一啲氣氛撩到最好，那係愛做嘅事情。尤其下我哋海豚圍嗰度嗰件太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一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內部嘅好生嚟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喺17年嘅經驗地位，而係用慢慢嘅一步一步行到更加嘅一啲程度。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我哋講睇一啲算是服務過程啦，嚇，喺服務過程地位，從唔定要讀到嗰種像是時態，比如講我哋個做嘢希望講判個完整。但是講伊哋啲人強人都希望講個簡單隆重就可以了，嗬。所以有讀過安尼伊啲算是差別嘅問題冇？有啊，一天攏會讀到嘅啊，係啊。因為而家啲生意，大家攏會上班個磨閒啊，係啊。但是我哋始終對交通講，我哋生意做到，但是對野外嘅祝福嘛又做到。
如某一天一天可以讲一到日，如来出山安尼，主要是以主家为准安尼。可是问题係主家吼，如果有一啲問題嚟講，譬如講，也要我哋啲高層嘅人咧，向天之母，可能講我哋啲太陽煞啦，吼，太陽煞嘅部分都希望講，盼呢個隆重，吼，個有派頭，啊，有時候生意咧，真正人民講我哋是，然簡單有生意都好，佢其實用嚟協調呢。真是有時間吼，也鬼快做啦，但是講我哋如講個簡單嘅是。主家就是主家，隔壁人拢唔係主家，主家最大，我哋要尊重我哋嘅主家。因為其實健康我哋社會裏邊有啲人可能經濟能力冇咁好嘅，學個個弱勢嘅啦，嗬，等可能，咁創業部分嘅話有上演呢啲辦法。像我哋家這家公司、這家團隊都有在做嗰種低收入戶50錢嘅按揭嘅服務啊，只要唔等嘅條件要符合我哋低收入戶嘅資格，我哋都來免費同他哋做嘅服務。咁創業部分嘅話是講，我哋咧主家即個提出證明，還是講其實我哋咧純利監是如果同人講，一家人其實情形鬼唔好。如主家提供啊，也係純公司純種提供攏可以啊，因為本我哋有個證明。可以證明講，我哋真實條件唔係幾好，係啊，口說無憑嘛。嗰種唔定可以天數到哪一個程度咯？如全包啊，全過程都一塔，全部攏有包，係。可是其他一塔嚟講嘅話，一般嚟講我哋要免費一塔嚇。有啊，因為我哋有條團體有冇，它還是有條塔意思，唔是錢嘅，但是當然冇可能。團結到要出錢嘅來比較，因為要出錢嘅要可以先提防，唔出錢嘅當然都只有講，我哋如果個普通嘅物價安尼啦，係。對於對我人來講，真是像常我看到生意都蠻過細，蠻易去處理一件事情，嗬，嗰度去群眾啦，嗬，理眾啦，去推翻一件事情。咁其實回到我哋基本嘅主題，其實算是我哋嘅行業嘅生意來講嘅話，現家來講嘅話，即個行業裏邊以平動冇得高雄來講，我講合法嘅做生意嘅遇到嘅。真是技術字算得出來安尼啊！技術字有得變嘛？冇咧，我即個數字啦，我即個數字嘅差唔多冇到50年安尼啦，係。咁年紀呢？年紀都偏過有年紀個嚴重嘅生意安尼啊！因為數字嘅後生嘅應該讓搶外屯另外幾把，如年紀提差唔多30歲也偏嘅部分，係錯。咁你嘅話，我擔心講係咪簽唔到我講合法嘅事業？當然啦，我社會嘅問題啊，因為一個我哋客人係我哋嘅母語嘛，咁麼當然我希望我哋後生人可以來做一個部分。我講客嘅冇天係佢出山嘅時節啦，因為唔一樣以前我做，係我做叫做長時攏去講客啊，做麼？係啊，我大家上我講客啊，做麼？當然冇一天我真係講客啦，但是我哋盡量講客，你我哋主家都講過親切。冇錯，尤其係我哋咧，嗰陣咧年輕人細時個睇嘅，其實有啲嘢要我哋講留下來嘅人談到客話吧，如果因為講個安心。佢嗰種期間有啲年輕人以上愛投入也俾我哋講什麼樣領域嘅公司，甚至想講海幫我哋接合法嘅商業嘅事業，而家有冇準備啊？我哋攏建議啦吼，先到我哋咧，譬如講殯儀館，先來感受一下嘅環境，即個可以體質可以辦法接受冇安尼。唔假使講佢有興趣，但是唔到殯儀館，哎呦身體那片冇舒爽嘅，也喺攰到路卡冇舒爽嘅，唔體管都過唔去嘅安尼啊。唔使太興趣都冇好。好，也係體管啦，好，對冇錯，也係個限制內管，係因為真是人家體質冇辦法，好。我能說有門檻的行業啦，錯，算是要付錢嘅行業啦，你要付錢砍過去嘅，好，聽天一鋪咯。天一鋪就要來練習，我哋先來塗一個稿子，先塗稿子，可能有熟模，有順模，合法有講嘅有力模安尼，啊，這個時代下先練習。
练习好诶，来等等做再过来如第几种细虫的开始，如继续可能让两三年啊开始来做，对于细虫的开始啊，从来这家让开始的时间。来拿到卖股的时间，我这个书咪会准啊，故所以也个克服也个恐惧，再过来一重一重路越做越大安尼，也个尝试就安尼。其实是要讲係因為講，這個講長期行唔錯，還是講講化工廠？唔記得冇？講化工廠，佢講出去真係數唔過來。全部人都談唔嘅，做㗎嘅。哦係，嗰時剛才你發現係咪睇到卡要先準備咯，還是講要多看？其實有時間那上台只能啲啦。嘿，真是如這個時代下，如果譬如講多看下啲客家天師，也多聽下啲客家廣播，本這個我有這個詞彙能力啊，安尼。咁更加來講啊，譬如講，我哋人強人，譬如頭一天咧，富強過去唔會講，天意嘛可以流暢配速嘅，那第三個嘛可以多少，但是我哋從我講，有啲人講人格體質、人格特質嘅部分，有啲人都唔多好聽嘅接觸，安尼適合冇？安尼我講都唔適合嘅，因為個別是一個地方係呈現本太家人嘅地方，我面對各種嘅人啊，本太家人假是貼必須冇外放嘅話，冇辦法呈現個好嘅畫面本太家呢。等於如果其實佢是10年一個工作，係把所有嘅給你的一個場面，我能講你最係錯，也要按順序，因為時間要付啦，要付時間也是其實是買生意要重要嘅事情，價值係咧係工資，咁從價值工資來講法，乜嘅那部分最拖時間啊？工資嘅部分最拖時間。價值其實簡單，價值前面嘅法師做係咧價值，因為其他大部分咧家庭都唔係太家庭，嗰種工資嗰種係嗰種名人，無論講如果有成就嘅話，啲工資大概有擺看到一貼嘅。有。咁幾時樣樣咯？如英國嘅是。咁有可以合併嘅冇？有，譬如講民意代表啊，民意代表立法委員啊，又係縣議員啊，村長、里長一條民意代表，大家人都可以聯合工資，如國家。嗰時我想請問一下，我哋咧價值工資嘅時間係因為講唔乜嘅時間排好愛入塔，係幾時間係樣個圖一樣？係入塔嘅時間先填好，還是講能講火化時間先填好，然後慢慢推過去咯？應該是講價值嘅時間先填好。價值時間先填好。價值因為最先嘅長期，價值工資，因為工資都冇辦法留時間嘅。但是火化時間，咩可能等這個都火化從實際嘅時間攏可以留啊。安尼。嗰時唔係講，因為有啲人講，某一度店面係唔可以入塔。嗰時我都想過，到底有啲時間係，已經你哋好時辰係留價值，還是留入塔？留價值。留價值。錯係。假使講以價值以前有熱量，攞留熱量嘅時間，因為嗰度更加攏係動熱來種熱量出產嘅。當然，當然動熱來熱量，當然係以熱量嘅結時最重要。我每日歸外行嘅問題啊，咁熱量以前比我哋哪啊？如有條路變一條變相地步啊，假使冇變相，就會先種熱量嘅。咁熱量嘅話，嗰時幾時都唔係算熱量嘅時間咧，要聽價值嘅時間。嗰時係安尼，但係如果最快嘅話，其實係工資，有時係嗰種名人嘅話，其實會錯。真正係廣告有一擺工資都講嘅1點鐘嘅，人工資都1點鐘，佢工資單盤一貼。係啊，因為我咪要看過，我都想講哇，按多花錢，按多年。而家工資唔掉，排到下週我都想嗰件事情。係啊，嗰時等於講對主持人來講，對生意來講嘅話，其實壓力嘛佢太。係啊，做㗎。因為嗰種要話付時間嘅話。做㗎，有啲人要看一他時間咩要嘅，係啊，做㗎。當然，如果算火化時間，咪算個提杯；開採時間，如果算個提杯，係啊，嗰所以唔會
处理个所有的案件吼，唔计经验个重要。喺節目個最尾啦，嗬，我想我請問，即間用伊啲專業嘅伊啲立場嚟同香港人講，陸客人學讀到呢事情，用嘅心態講，無論用嘅準備同人哋聯誼公司去做一啲接觸啦。其實我講啦，吼，我哋用港車出發嘅心情，一米米嘅人都會讀到一個過程，但是呢，我哋雖然講程度地步係非常嘅悲傷，但是我哋將一個悲傷化作祝福。想幫我哋自家情人就安尼。每個人如果行到我哋人生最美的一個畢業典禮啦，嗬，但是畢業典禮係聘人同我哋做嘅，嗰時我哋希望講，其實一畢業典禮更加有一個幾專業嘅一個團體嚟同我哋合作，嗰時從到我哋咧好成講嘅，其實用一個感恩、祝福嘅心態嚟把一團嘅畢業典禮辦得最好。今日各位感謝我哋好成嚟聽到分享安多安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喎，再聽下咱先生來強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